本人收看客家名武學院每日的客語新聞。2025台灣美食節來到最尾一日，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顧秀妃8月4號來到台北世貿一館嘅客家主題館，親身老攤商表示感謝，承蒙佢哋14日來積極推廣客家美食老文化，未希望展覽結束以後，大家做得多多行樂客中老料，研究當地好美食，感受客家文化嘅獎。顧主委表示，今年嘅客家主題館邀請對台3縣、6隊老台9縣來嘅22家客中店頭家始終共下，呈現佢哋最有美食嘅客家味，本國內外朋友看到台灣客中產品嘅食材老用心。另外，客家主題館今年引進客家幣數位消費功能，鼓勵民眾都行通支持客家產業老文化創新。喺夜講8,000嘅人客老客家美食嘅分享之下，客家館人民失棒。未來客委會未會繼續推動客家美食文化，本地分好美食老文化嘅力量繼續創造輝煌。以上係客家名武學院嘅報道。接下來愛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客語就係美食，也品菜美食一號，也品菜美食一號，唔學為盲，下一拜章來了。